他呢，one 啊，吃饭的 one 啊 one。鼻叶，花瓶，葫芦。 8岁我就已经就住在窑厂，但是这8岁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天就是去跟每个师傅就去那里玩，这里玩，这里玩，真正去接触到，真的学功夫。像8岁到13岁，我是小学的年纪嘛，给他就上课下课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我们家兄弟该作为。 我去上课之前，就将也肺拿出去塞也下课转来，就将肺拿入来。69年嘅是拿专门接故宫的生意，故宫很多嘅故宫的花盆呢，也就青花啦，很多天球瓶哦，义乌村什么，这都全部要送外宾。你要去仿制，我们都去做仿制的工作哦。 夫锦拉胚，哇，那个时候功夫也得了很多，太棒了，也很感谢那段时间。雕大头脸，吊不是雕，我要现在开始吊大头脸。哇，好可怜哦。因为我这个动作不告诉人家啊，那个很多人一起挖，那个他们很惊奇的哇，还不错啦，来这里没有什么招待，这弄个大头脸招待你们。他们说哦好像，我说根本就是鱼，什么好像。因为自然自导自演。鱼儿水里游。我说那个感觉真的不像，这个鱼已经死掉了。帮我救活这只。好，救活，预备。怎么变河豚了？每次都叫客人做河豚动作，做到好高兴，笑翻回去这样，他们是这样。最近有人去收藏了我几个作品他说，哎呀，先生用油安尼去写的喏，更用落的喏哈，譬如讲做黄的，做条的，做皮包，无啦，搁做前几的，做半梦。 就从梦中见到呀，我做了个做出来，我做安尼来讲，其实没有啦，有多少为梦中有时自己去幻想，还是那个力量不知道怎么来，这个耳濡目染也会啦，倒是就自己会出去逛啊，去看一些展啊。拉胚工具就是从古至今就有很多演变，光看演的就几千年前就有了哈，就是用脚去踢，它20年前还有用脚踢的，慢慢的，这艺术就转型了，艺术转型就有开放啦，很引进当初像日本的技术业啦，其实还有像练土机，跟从日本的，也是日本引进来，就慢慢被很多人接受，也还看到就较近代，就不用去脚踢，所以像也没以前
1979年嘅哈，吼，佢还在当漳州王嘅，留落唯一一张，一张，就打州王嘅，人家州王嘅向我打法，吼，他个就有个法，吼，你得跟做法，就一张，哦，这个已经功成身退了，你看，啊，破损不堪，啊，有个岁月在，我都很珍惜的。留佢留下来，也就较近代咯，啊，用个磨指甲的工具，跟以前人就用铁皮的，会上炉的，哦，有团队，哦，又会上炉，哦，会生锈，哦，像以前用竹片，啊，现在也都改唔会上炉拍铁的，哦。那活到了学到了，现在呢，很多人在淘宝文章问我说，哇，师傅你怎么这么厉害呢？哇，这怎么学的呢？啊，都学到现在哇，现在大师了呢。我讲冇啦，也咩行咗佢學，研究咩行咗佢學，咁你學到動到嘅，在生活上要用到啊，係啊，要活下去啊，要學啊。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盧水成，歡迎收看今日嘅暗鄉風化。因講呢，做一個藝術家嗬，愛享受到古土出家意識嗬，喺創作嘅時間呢，喺當中呢，都愛來自家有自家嘅想法。糯米創作出來嘅產品呢，嘅創作品呢，藝術品就會有自家嘅特色嗬。今日呢，台灣人看到嘅影片當中呢，我哋介紹當然大家應該都知嘅，係做副業嘅專家。其實呢，佢講謙虛啦，嗬，講佢自家唔係太時級嘅嗬。唔過我看過以後，同佢交談過以後，感覺講也人啊，也先生嗬，有樣係太時級嘅。樣板講呢，用夾夾來介紹佢。今日邀請到節目當中嘅係詹國祥。詹先生好，詹太哥。主持人你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阿上哥啦吼，做得安尼係咪？安尼較自然，較自然吼，安尼都會較親的咧。人喺客人吼，攏講因為很名，出家係個名吼，都會較親。唔過呢，其實我哋哦，大家觀眾朋友攏講，阿上哥吼，佢個客家話講到暗好哦。其實大家都唔知，其實呢，唔係客家嘅字體呢。樣板講呢，請阿上哥來介紹一下。樣板講唔係客家話講到安裝。唔係客人咧，佢係做最多細嘅8歲人去開始講起。係8歲後，我做出嚟英國出世。哦，係啊，出世佢要太環境改變啊！做嘢要佢條材料又要變了，嘢要當到塑膠、阿魯米。哇！有啲塑膠喎，有乜嘅使嗰條塑膠盤嚟全部出來啊！佢做嘢全部人都講阿媽嘅回啊，嗰啲回生活頭要素養強啊，要當然特色啊。跟阿爸有一個朋友，當好啲青梅竹馬嘅朋友，叫黃漢庭講磨出都女美女好磨嚇，美女看往一個房間度嚟傳世啦。佢都黃漢庭都帶領阿爸。都嗌咧師兄弟，我一家人6歲，又做8歲，做包括就款的就到美麗嚟啊！哦，美麗，原來都意思講出生的時間，才喺英國待到8歲，8歲嘅時間同阿爸阿妹，土地也就有4隻來，4個來哦，農場來哦，冇冇？還有個阿姊，阿姊佢就做家，佢因為要學啊，佢多數學到就。佢以前人講，佢做嘢就要純奶冇純妹。哦，要一種嘅規定咯。以前人確實要。哦。而家唔會啦。佢細妹在學頭，當到。哦。唔8歲去到廟裡開始嘅廟裡嘅客家莊，都同嘅客家莊嘅細路撩強下。有。佢就去到個頭家都講唔做。但係工廠都好啊，我都學嘅工廠冇人照顧，因為佢太破碎隻。佢做出廟裡五個講，做得講下叫做盧記陶器工廠，佢頭家做彭石鹽，一生人千感恩的影響人嘅一生，也有冇錯啦，去另外一個國家。哦，去做錢啦。係另外一個國家。嚟嚇，佢又最我貼起講下。真是下擺會想到講，人一下又還有按呢生活過後，他當感謝無記吼，佢
俺哋一間嘢辦嘅佢五個講起啊，叫工廠講，啊原來冇服嘅都將出都帶呀，啊都帶工廠啊，啊如果佢拖太婆水隻，啊太婆水隻後邊叫動手啊，動手去工廠啊，我爸都嚟去聽古工廠，啊工廠動態哦，動態。係要和堂啊，生意做得去搞啦，搞嚟，嘛個煮魚好搞。如牙爸中央我要按好煮本工廠本人大研究呢。牙爸也就要堅持一個想法，做唔地一同人講信用。佢磨出嘅行業咧，佢當到硬嘅啦，硬嘅盤頭一度嗬。佢咩多少人會嚟買啊？哎呦，咁買頭頭咧錢都。可以的，見咩唔掂？要樣哦。啊，嗰件嘢叫我到工廠上，有牙爸講，哦，那嘢同買一隻硬嘅哦。嘅絲攏記下來。係啊，叫做錢做搞本，哎呦，一盤下嘅，啊講啊，將就帶下來，啊個要照顧隻工廠，哎呦，有個福氣，就在工廠當到師傅，搞嚟當到，就愛強啊同佢哋融合的生活在一起，嗰種。佢哋師傅冇錯，佢師傅搭上面有一個助手，以前咧老師傅全部有助手啊，都是嘢多啊，做嘛咧？佢以前人就做鉛的啊，當辛苦我做這個鉛，一隻幾多錢的幾毛錢、幾塊錢，那個我也都有去參與生產到。嘿，按你講來都想講，爺爸爺媽吼，唔該幾部家人攏會讀到幾年，錯冇？係啊，按照根本那無記。也第一成法啦，嘛該攏改變咧。而咪讀到記憶後，當然爺爸爺媽乜當感恩啦，吼。聽我講，佢唔拉佢買嘅東西，佢唔啱冇講嘅時節，其實佢嘛唔啲啊。唔啲啦，按到東西錯冇？啊買啲嗰個記事記下來，啊見啦要叫來一擺，唔都拿本記。而媽感覺講，其實唔也掉當定地講要感恩，啊嘛當老實。跟住阿爸都細細都教我做嘢拖住做啊要去老實。係啊，感恩不要忘本。我常常就記在我現在我工作室也是，還有一隻幾廿隻事8隻事，啊團隊警惕我自己，講不可欺師，不可忘本。不可欺師，不可忘本。其實冇簡單吼，你講一個語言做啲改變，唔嘅熱成人。一個語言因為唔帶入客家莊以後，接觸到客家嘅文化，啊受到客家文化嘅熏陶，吼，啊到家下都做，親像唔嘅做嘅陶藝，啊富嘅腔樣，吼，啊由自家嘅想法做出來，啊像唔講嘅嘅。綠鐵飛嘢茶，係啊，我當然講嘅。唔係，以前係咩唔喺度講？係，嗰飛嘢茶吼，喺都帶喺樣辦吼，休息嘅喺定家長來講好冇？介紹本大家嚟啲，因為我哋咧，唔講8歲時節，該當時辦到沒有呢度。啊，該當時都開始都學習當道嘅東西，嘅進展嘅過程幾十年下來吼，累積到當道嘅經驗，啊啲嘅經驗都非常嘅難得咧，所以我哋會講係嘅太史級嘅人。唔敢講。係，都大家太史級嘅人係有乜嘅東西都這邊咧，係休息以後定下再嚟講。我都特別喺度介紹講，以前嘅做飛嘅師傅，全部咧時代末人嘅模範夫妻。今天唔會上大，唔會上嘛。佢然後就問我，有安尼拖你嘛？佢可能怕磨礪嚟啦。係磨礪最一般嘅原因，真正嘅原因冇人知。我就分享給大家，我就很願意分享。他老婆很會踢啊，總會打架。歡迎到進來暗鄉風化嘅現場，睇我同家阿上哥嗬，應該太史啊嗬，來講過做飛嘅嗬，其實呢。講個嘅腳踢嘅嘅碌路，嘅碌路嗬，其實嗬當到人種躺模，挨乜天擺躺到嘢做碌路，挨上個碌路係唔係叫碌嘅？碌路是說以前較古時候人用嘅一個花，飛嘅茶。哦，有得轉嘅茶啦。我做，看唔該畫面，要個撲轉來嘅畫面看到，嘅盤，嘅轉嘅一個圓盤。一個圓盤就係，因為陶瓷嘅簡稱就係飛啊，飛茶，喲也係圈台度，嗬，佢後上咧佢用一個暗號頭咁，這點其實幾都冇，茶道就係係碌路安尼。按講腳踢咧嘅碌路，也都冇看到天通嘅啊，那碌路唔係
眼看唔该用脚安尼吼，安尼去救张压一摆安尼做一摆做得去救的时间还没够长。无那看做太杂细杂个，后来做太杂个，你开始过百就哦哟，给人非常好。做史书有记载，几啊千年前就有诶，嘿哦，老祖先就有安尼东西。佮最早其实用书安尼立来做起来，哎呦慢慢的，树立，系啊，佮都慢慢的去进步到用脚，用脚去睇到，又啊进步有近代用天的，讲人类就人就有进步，海摆个进步都用咩唔对啊？陆路上个影片当中吼，都是看到。亲像无穷样咧，有时个有用脚嘅，吼有时个用个地方个无穷样，都係按样嚟分。它要就有啦，但大同小异啊，因为要进步到近代，所以印度没有用轮胎，轮胎一看就讲要近代啊。哦，给轮胎给底路来关佛摩来，就较长啊。哦，因为路有重力啊，重力加速度啊，好，台湾介绍嗰只演嗰只用泥豆嗰只，嗰做做按苗栗同安哥南投一三笪地方當到食物惯用嘅，最嘅肥茶就用泥去做，最常有轮胎按太只，按样片看到嗰只，佢首先就用一个骨架，好先做个剖开来，编织好有一个骨架，然后。阿爸以前都會從一肥茶踢快踢，有泥沼踢嚟啊，踢到佢個扁踢啦，扁踢嚟按咗去補，佢都喺唔講喺天泥下，佢哋話佢講啊，豆變泥漿，就呢個後巴水泥拿個乜個棕櫚樹，按手把嘅用嘅棕櫚樹，同泥漿攪啊，就倒落去倒啦，又變一隻路嘅，就當蟲我比個輪胎更加重，係啊，佢睇起來阿爸講，佢學到出事啦，以前。阿爸朋友佢走去看佢講，師傅說我踢到羊我出事，阿爸講，當簡單，踢死一條牛就出事。確實有安尼，我以為跟你力量還有技巧，就講老祖先發明的智慧就慢慢的會消失。還咱我一頭有個木頭嗰隻，有較古嗰隻做木頭，嗰做睇下講嘅嗰隻是從中國傳過來，從福建沿海傳過來。福建呢？然後有經常係有日本嘅係啊，日本嘅做嗰隻較古嗰隻，粗較古嗰隻，佢用樹去做樹條。以前因為物資匱乏嘛，就將一條毛嘅樹誒就拿來用，就做一條嘅路嘅啊。我想講，請問吼，上時吼，唔該處理迄乜啥，迄咩日本用太守？助手是你的，最近幾年才有。最近幾年才出現，係啊，講阿爸嘅時代好啦，阿爸嘅時代嘅叫做佢要我簽嚟西費，個下簽充要冇人睇，你穿有什麼？阿爸講就向西嘅聲音都向唔起啊，天數，乜嘢天數係細細啊，阿妹做天數，阿妹下擺就會腳去踢，要索嘅嚟得嚟，阿真唔會跌到啊。踢到後邊哦，我都特別咩度介紹講，以前嘅做肥嘅師傅哦，全部咧時代末人嘅模範夫妻，家庭唔會上大唔會上嘛，佢然下咗問講，有安尼脫離嘛？佢可能怕磨礪嚟啦，喺磨礪最一般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冇人知，我就分享給大家，我就很願意分享。他老婆很會踢啊，怎麼會打架？廿半日都，日到日都同老公傾啊，踢啦，踢來踢去講，阿木啦，阿好啦，落去啦，安尼哦。係啊，跟用我嚴格啦嚇，不用教育阿有啲啦，用啊，嗰種模範夫妻就係安尼來。哦，係啊，分享嘅啦，係是真的啊，那是真的。咁有樣，真的。我本來喺上講唔可能咧講笑咧，可能講冇踢口吼，佢喺因為踢球而喺佢嘅腳有啲哦，一踢哦，佢老公都。啊，就是相敬如賓啊！以前做頭嘅夫妻就係相敬如賓。以前啲人吼，刻苦耐勞啦，都會講較辛苦啦。係啊，個精神就多些個就要好起來。人家都會愛請問講按踢感情好，唔同日本人係買按踢出感情嘅嚇。一攤假下等我講。你家真講，排泄講啦，冇一件。其實咧，人講吼，也係講要嘅脫離啦，因為兩公婆鄉下在做，鄉下做嘅時間，做鄉下嘅東西嘛，個東西出來，創作嘅藝術家創作出來嘅作品，
都会有个精神。精神。像家下拢用机器做嘅动作，做出来嘛动静，毋过机器做出来都会无个精神。毋感觉个精神喺在内面，像创作佢嘅作品，太弱，毋个心肝肚佢个想法，迄杂迄讲，想到乜解都做乜解。看到精神，下摆有一班啊做个表演吼。表演有一只以前那个阿婆就用嗰个鸡鸭十岁嘅吼。佢同佢做表演中间，我都見來婆嘅嘛，來，有個一分，安尼一圈上來哈，個樣片都看得到。個阿婆就講，哦，師傅，個呀，個一分，個圈，個用按醬，迄個用落去咯。哦，就按婆來去落位，也手過嘛哈，有。怪到嘢，以前的比如說一圈，像螺絲圈上去嘛，哈，影片可以看到。也嘛係唔係創作嘅作品。係我出噶，係能夠一個為手，一位師傅用晒，係我來婆嘅阿姨能夠手。阿爺做乜解？很多用途啦。裝水。做暗工。做對，啊，換個桌子啦，啊，可以做裝飾都可以，很多。做嘛提升，嘛做咧插花、插飲料嘛，該弄做對嘛。對，很多用途。好，聽下講個精神喺按樣嚟看咧，做嗰啲個來過程都有個訓練啊。個阿婆就講用按醬嘅訓練咯，用來咯。個我都講，咦，都靠阿婆啊。個阿婆講，乜開始就有拉胚呢？個阿婆有做功課咯，我後來我講，哇，個拉胚個以前故事頭就有啊。喲，個阿婆用安厲害啦，我講冇錯，個按一分咧就代表着。老祖先的智慧跟精神，做出個一分的書品上。哦，哈，個阿婆就不過係有切口嚟本期看，叫哎呦師傅更冇人哋切，嗰種松崖啊，同埋咩做得，人家切開咯唔好。結果我講，佢故事裡面的精神沒從我呢邊，係內心，因為切開了以後，拉胚到內涵，係，呢度係有分嘅。哦，個阿婆看到講，本來就從按大上講，哦，佢講今日來看安尼介紹我是吉他，哦，我肯定係過嚟拜訪，哦，阿婆就當歡喜，看係表演，個精神啊都做得同安尼用安尼方法介紹本，就親像講，個精神就係有感情才地位啦，錯冇？係啊，個感情吼，用幾多嘅感情下去吼，個創作出來。東西看起個情感嘅表現都特別無窮樣啊！就佢有生命，佢就有人一樣咩？什麼石頭進鋪啊，冇辦法啊，經濟效益啊，從頭用磨嚟做，一般做10萬張啊，叫5萬張全部做起啊。都冇感情啊！按這個，但係佢有帶到經濟效益啊，不是？錯啦，係啊，那時代轉變嘛，所以那個精神跟拉胚精神就冇窮樣嘅啊，係啊。人講嘅藝術嘅收藏家嗬，專門嘅收藏藝術品嘅收藏家嗬。特別係要用人塑造出來，真有藝術創作嘅部分嘅價值啦。佢有老嘅作品，天天嘅講法，變成將阿上哥做出來嘅東西，我都特別介意。按字誰？按唔掂嘅意思嘛？仿樣，呀都要帶來，不能講法嚇。定下真係講法嚇。好，有時也好定下嚇，我同阿上哥嚟請教嗬。我哋細個時咧都同阿爸共下做，到底係哪一叫呢？脫離阿爸出家出來做呢？佢嘅發展嘅過程要樣板讀到佢嘅辛苦嘅過程，一定冇可能太當然攏係當快樂啦。冇。個過程都係樣板呢，有時也好真嚟講。故宮有一隻以前有一隻故事台一個名品，啊慢慢，我又已經變到一下一個名品，很現代的一個名品的形狀。有影響，對造型對我後來影響蠻大。歡迎到咗嚟暗鄉風化嘅現場，台灣咧同阿上哥嗬，講當到啦，阿上哥嘅人嗬，我感覺當親密嘅，見下花哥講到安裝，阿人都感覺當親，看起來都泰國人為尤其呢，佢講定價嗬，佢要送嘅東西，我上咯，看到嘅店嗬，我媽非常嘅感動，繼續來滿佢哦，唔記到些時間，托啲阿爸。出來出家嚟土地，應該啲人講，細漢唔講八歲同阿爸去都沒有啲，辦都沒有啲。好多幾多些時間出來出家嚟做。
就8岁，当然我能讲哦，他还介绍分享一下，俺都国民小学毕业哈，其实俺毕业证书没拿到，没拿到，样板，毕业前几日天哦，快嘞，阿爸的同事，如去地度的同事，伊就讲，佢做费又无嘛个好嘅，生意又学嘅咁好，佢牙嘅拉出去台湾大学罗斯福路口一个翕相馆，好朋友照相馆，佢做师傅。讲出人个天眼来就带去个帮助本去学，咱个个讲，阿爸讲好啦，讲出啦。个毕业典礼，他家在准备毕业典礼在模拟在训练，我3月前就本人带去。哦，1个礼拜嘟好，毕业典礼结束。结束。投做咗。不过小毕业以后，韩国学几久？国小毕业他12岁、12岁嘛，吼。其实从5年、6年给他是真正就是从学踢球。即係下課上課，下課轉來下邊禮拜日就去那咯，啲工廠冇關係啦，你走冇難去啦，我走難去啦，冇下邊要調做了，就個做禮拜，做你要空啊調做出去了，我將轉來將個禮拜鐘就都好啦，我冇出去，生意全部係呢，以前咧做禮拜，做5、6歲嘅5、6年級嘅做調。天數，畢業就要做多咗啦，做多咗啦。佢阿爸都以前都同人介紹過，阿個來啊，佢啊肥奶比麥個更嚴。佢做學習上學要做咗，冇肥奶。一禮拜都嚴到一下就，要睇人係做嚴得嚟嚇。做肥奶比麥個更嚴，就講唔係依個都較生意到咯。我本肥奶嚴到嘅。梗係本嚴得都唔係好易來。下邊我做肥咪每天嗬。做安尼做安尼做到同阿爸安尼做到幾多歲時間出嫁出來？做到差唔多18歲有個流浪了，流浪到去泰甲去哦。去到泰甲喎？泰甲喎，佢要做緊嘅就全部要會結束嘅，要打企業啊，打企業泰甲要做生意較冇啊。阿爸講，黃亨提要講，我將就要個流浪到泰甲，大甲東嘅一層陶瓷廠，佢也咩冇做嘢，佢咩轉型嘅，轉型就是做奶，本陶藝圈嘅人全部出去用，當然去買嚇。個慢慢有作品做了24歲。千幾的就這句話，轉來我下天咧聊下天咧，阿爸都從講一句話，向太了，冇向路，公元前差不多10年，一禮拜向太冇向路，哎呦，我佢年紀看唔會上講，叫阿爸樣安尼咯，佢本學個幾十年咧，幾廿年咧，佢用冇個同佢學落去咯，讓我做得安尼，都太係啦，都太認真唱歌，阿爸講幾句話，安真是咯。我記得我近年家同講幾句話，我都夾就去潛條路，去潛到要黃亨騰佢屋下要依個蛇窯，佢唔係除做拉皮咯，做旋皮，以前嘅花盆咧，縫嗰個種咪一用塑膠代替啊，我就佢用木做，旋皮。都係個應該變在成熟當方嗰種嘅係啊。花盆嚟啊，花盆係中華嘅，就去到做一禮拜做工人。我印象很深，500膠。街當時500條嘛，唔會查。當好多，就阿爸嘅朋友啊，工人後就開始去潛條路，潛當多隻時就經過到要去市拿，要去中華陶瓷，阿爸要帶去中華陶瓷上班，要轉來個流浪都轉來英國，就佢以前在中華陶瓷印象淺層有一個。要咩係動機嚟？一生人冇見到這事情，會見到安全。以前早晚可以上班，在英國6點10分做喺台北茶頭。一大早6點10分咯。6點10分坐6點10分咧，火車去台北希爾頓坐交通車，等入中華陶瓷。後邊就會遲到。中華陶瓷仲太勁呢？仲太啊，當到貴賓嗰邊都在那邊參觀，介紹我們國家的文化。去學多少啦？有多少學咗啦？佢當時仲印象淺層就。遲到3分鐘，叫我同扣錢，公司真估計啦。但係真爽啊！有一年佢都同我講，我頭家咩冇錢咯，頭家當然有錢，咁我咩可能係3分鐘添咧？我扣你係3分鐘做嘛？係啊，唔係因為你做專業做頭家，
嘿，有9年的朋友冇9年的头家，有人出家咩要做头家，你3分钟就冇办法同伊有安尼信用，娘的交代咯。错。講我今日同扣一3分鐘，主人嚟用。有該套理啦。係啦，嗰要本要素食素心啦。嗰也行下咩實時警惕的董事長給我們這句話。就慢慢的就又多轉了，因為還有新加坡啦，哈。哎呦，新加坡。去新加坡上班過哦。上班，他們看冇1年就轉了，因為用辦咧商務卡。商務卡咩多少？佢後生意思就20-30歲。咁難得嘅機會呢，做得出國呢。跟去做拉皮動作啊，覺得也是不適應吧哈，然後就回來，真正就開始流浪了，在英歌的各家窑廠，他動到時就去做，佢唔係咁簡單咯，冇兩下就冇法度生存下去，全部人咧英國師傅。本人搶咗12級嘅。哦，唔做幾多都係一陣嘅兩股天嘅薪水。唔做100隻，快鐵100隻，頭家會稀疏。佢嗌唔係冇傾用，嗌同阿 T 神嘅阿哥話，叫做大花瓶，叫做睇水講。佢頭家講，條天講我哋做 K 呢哦，咁時機冇幾好，冇做到好啊，都假咁做。我做 K 呢，哇，快咧！一張嘢咯，下邊係做太花瓶120隻做落去，100快鐵60、70隻，冇錢好啲啊！佢拍做嘅啊，就兩料工嘅打上睇咧，兩兄弟做講下就南邊花瓶就做個，冇說做留喺讀書堂講樣辦樣嘛，咁就路人開起來啊，係嘛？專業都冇拿辦，冇拿個冇露台咩做咧？露台功夫咩動好？研究講。要不要再用佢大要呢一台？也全部要接頭接嘅啊！喺份就哇，讓我安尼啦，都阿爸要講下教下，佢教下，要慢慢嚟，佢做5年，佢喺嗌功夫做出叫做新意陶瓷進步嘅。哦，也喺嗌功夫會按扎實做，去很多窑廠做去，就好像就是。人講個嘛一年揾幾多隻頭家，24隻頭家。係啊，啱啱啲上啊，講安尼，聽安尼講嘅過程當中嗬，有人幫個當到頭家呢？有，確實，佢做感謝佢按到功夫幫佢學到。青松嘅就佢就講做開咧，佢就工廠。因為從解當時開始，唔爭地講。有人冇按簡單，冇按簡單，冇按人講冇按改啦，冇按改喎，冇按改係，所以按學來，一路行來，就有安尼機會。該唔要詳細嚟算過，失敗幾多見過嘛？唔講睇下差唔多做10隻要6隻係快嘅。20隻太花盆咧，個60英寸咧係160隻7隻，正常嘅。幾年咧，佢香港冇做咧，佢頭家按壓。那樣，他講嘢全部。係因為頭家叫求計品質要到一定嘅標準，或者係講，做到本來都冇好要瑕疵啊咧。冇啦，人家係學講真實啦，人哋功夫咩講冇動針啦，人出嚟檢討啊，講係啊，因為頭家唔錯啊，都後邊講人出嚟功夫冇啦，人做看認真啊學啊，做認真學，快啲做快啲，下一步個做，要慢慢進步，做4年咧，功夫慢慢又離開了，人出嚟又開工作室嚟。今日開工作室，幫人家代工，很多人藝術家叫花盆嚟，工廠有花盆嚟，慢人來叫磨槍師傅，藝術家叫我磨學啊，叫學，因為犧牲掉很多歲月，就由我自己成立工作室，我就來幫這些人去拉這些形狀。他們是這樣，係喺過程當中，聽講是做過嘅故宮嘅仿製品，嘅係做士拿窑廠，有，士拿窑廠有。喺當中對嘅影響係最大嘅。他的喺故宮嘅嘅動到線嘅，動到線嘅會影響到來。從也係有一隻從美品有故宮有一隻以前有一隻古時代一個美品。慢慢又已經變到一個明顯很現代的一個美品的形狀。
有影响，对造型对我后来影响蛮大。上过吼，安尼见过按到的世面吼，听我讲，做嘢是咧个东西，个同以后吼，因为面对一下弄机械化。机器化，出家嘅个人嘅创作，当然艺术家嘅创作係無共樣，同個機器生產係無共樣。到底唔係想講以後樣辦來發展，有乜嘅願望，樣辦裝做得留嘅出家嘅精神，留唔嘅創作品做到當好以後希望講唔嘅當到作品要當到嘅收藏界嘅收藏也嘅問題休息以後等下再嚟講。當時就夾佢學一禮拜，我是一隻小鳥，都來量一條左右。安尼可能造船愛減槍，然後造因為一隻小鳥係造船的狗啊。係啊，跟住人用意就係講，跟奶奶本來就是生命啊。我們為什麼不能把它好好利用一下？這樣，我個想法就安尼，冇乜個，因為想講，師傅讓我調奶，沒安尼用意。歡迎到咗來暗鄉風化嘅現場，今日呢同嘅咱個上阿上哥講按道實際阿上哥佢講佢乜要定價下佢要來做現場做本來看啊，本大家觀眾朋友睇看啊講，到底唔嘅技術係樣辦今日要大家調嘅過來也調嘅也係臨時來自家搞，也非常講唔平常時，平常時做好，也做乜有得賣嘅咩？冇賣。我在淘寶嗰個示範區當到生意咧就講唔通，我就做一隻條叫做鬼鬼就做嘅。做嘅馬上現場都搬去。就搬去，係帶轉。我講列入保育咯，要好好愛護它。也係乜嘅調嘅？我哋都來介紹講。也憤怒了莫好憤怒，也冇強要啊！然後學開心，我已經把它列入保育開心鳥。開心鳥，我可以現在馬上就可以抓一隻出來。馬上就做，馬上就可以抓，不是做。有帶來？有咯。現場做得了。幾位時間？哪個計算嘅時間？1分鐘。1分鐘？有樣啊冇樣？有啦，7塊呢。咁有樣？有樣咯。唔緊嚟，安尼摘下來，也係色彩因為要動到色，迄樣辦，迄奶本來都炒好都係搓，都要做好安尼。要動到色奶，咩一色奶添呢？慢慢做，人家鏡頭咁鋪嘅做，哎呀，也咩做扮演，想扮演，都要做，都要做，安尼挨邊拿開。下擺我想到講除咗做肥俾人看嘅個，跟奶都冇樣差別啊！下擺跌天嚟香港演那個踢開啦，看到就感覺當傷心。講做一啲奶做乜本期一點點嘅生命咁做唔得嘛？佢後來我都係想講，下擺示範性嘅表演嗰種做到調本而看，一啲奶變得有生命啊！我講一個故事本堂，唔講，一邊做一邊講。我10點我做表演，個10點還蠻多哦。你講假日的時間啊？係啊，假日我在淘寶館表演咪因為10點蠻多，講佢一個媽媽帶一個女兒，講師傅按做，我講喲，用比師傅咁做，很感動哦。唔好解講，不卡出來出門可能8點都出門啦，我10點才看到我。哎呦，講很感動啊！叫我冇啦，因為上禮拜我有來哦，要送嗰啲調本嘢咯。送下禮拜係每個20本嚟啊？咩？我送調要條件咯，係樣版條件。你創一個，我是一隻小鳥。叫我師傅我上禮拜同阿媽合唔有創。我轉去學一禮拜都，今日都拿人調喲，叫做創我是一隻小鳥。現場都叫樣創哦，對啊，幾多歲嘅？個小朋友都差唔多，應該差唔多3年生。係咯，阿媽媽都帶，係啦，當時都夾
你福一礼拜，我是一只小小鸟，啊，都嘿来量一撒量10条左右。安尼可能造船爱感谢你知道吼，因为一只小小鸟去造船的狗啊。系啊系啊，跟种人用意就是讲嘿，跟奶哦，嗯奶本来就是生命啊。错啊。啊，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好好利用一下？这样，嘿啊对啊我个想法就安尼，无嘛个，有的想讲，那师傅用啊刁难伊，没安尼用意。其实哦，奶係無生命，嘿，嗰生命係因為經過唔嘅術，嘿唔經過唔嘅感情，嘿唔嘅想法，嘅理想，才做出來才叫生命，錯冇？錯。將我睇話要當詳細嚟看，嘿啊上個佢哋做嘅事情，雖然佢一邊啲講法哦，唔過佢邊實吼，佢個開始了唄，佢看嘅災啦、物解啊、木主啊，其實佢攏有注意到，嗯，嘿，個條嘅佢。你看20條嘅，佢嘅都當歡喜嘅災，怎會安開錯冇？係啊。佢咩憤怒了嘅，嘿，安尼馬上都好誒。好咯，誒，冇咯，以後唔安尼做。安尼做，用吧。有冇乜人係？哦，電気球怎會？好啦。安尼1分鐘，也都間嘅時間，那講去英國嘅陶博館，對。唔都那間。所以那同創意書講，我是小小鳥，做的，就有一隻，都有一隻啊，有一隻，冇其他條件，冇，有樣哦，有樣。啊呀，安尼轉起以後，不用舊以後都要硬嘅，都要像安尼嘅。走，按做去燒就變一隻石，兩隻上曲嘅嘛。哦，曲。愛燒啊，這個不卡都做唔得燒。較明顯，較冇專業。也都係講不用唔會硬，慢軟。我糟蹋水分蒸發掉，啊就燒起就做安尼，曲。哦，也係愛貼起嘅燒製嘅方法啦。有，係啦。遊戲有規則，係。啊，像廿條嘅迄個，啊睇話要介紹過廿隻吼。哦，廿隻係。廿隻會嘅吼，我看廿個紋路啊，係非常嘅貼皮。廿個紋路係樣板張有產生一種嘅情形。廿隻拉出起來，都當麻煩，錯冇？好麻煩，因為我唔係超人啊，我用最大的力量，就用2噸來接起來，2噸。2噸1噸冇辦法啦嘛。先做下杯一隻，係做一半。好，就這樣過來接1噸，1噸是等於照料後，那我一隻師傅佢就上釉，很特殊的釉料。而先上釉。上釉就變安尼顏色，係金銅釉。啊呀，仲要燒結到土，溫土通過當高係。哦，1200人土，1200。燒結球怎會？燒會2日咯喲。2日。係啊，1日以後。持續嘅1200度，安尼一緊燒2日咯。係啊。安尼也係咪因為佢燒按照佢硬土怎會按硬？係啊，要瓷的，已經瓷化了。瓷化。對。其實這個是很多的用途啦。係。很多的用途。哦，也無簡單吼。也仲係都係所以講唔嘅創作品啊吼。我哋吼要當到人吼，也要當到人攏愛收藏唔嘅創作品。都是有一種啥，各種就收藏我個想講一樣嘅想法，佢本來鼓勵是一種鼓勵，我冇得佢當作其實買賣，他就是給我一種鼓勵，然後我就慢慢，我自己又在更進步，我就一直在做一些不同的東西出來。通常唔出家做吼，唔攏較家己做物解嘅像我看嘅樣片地都唔做嘅。哦，唔做物解條嘅，較家己嘅迄種嘛，迄咩動物類，迄或者係講其他嘅東西。其他像故宮有做一個轉心屏。轉心屏哦，乾隆皇帝最喜歡的，有一個故宮可以去查一下轉心屏，它裡面2層。哦，有2層，地塊要轉起啊，係，係，但係美國比也個較困難。哦，較困難啊！嗰個功夫也出台灣做也羅師傅哦，嗰樣時在市內佢有我印刷師傅，我嗰啲25-26年咧，嗰我都有接到嗰隻單嚟學到。哦，其他羅師傅全部都功成身退啊。我看到嗰隻功夫就冇呀。係我想要保留嗰隻功夫。做到嘅下唔敢講最家己最滿意嘅物解嘅創作品，唔出家。就是我還是一直在追求啦，我到現在還沒有什麼冇乜個滿意嘅東西啦。平常時也除了喺陶博館，
平常时都会利用时间自家创作。嘿，创作的啊，有做商业化的东西啊，冇？商业化就是平常我就要同人推广啊，从买去成法啊，系啊，同冇？都是要顾好的，这样有个呢时间，有个精神去做的创作的东西啊，多少啦，多少会做留起来啦，嘿。佢从上百米我做一只东西，佢中正纪念堂观众讲，跟人家个东西按讲，比如讲 open mic 看，嘿，啊你做唔错啊，将来的展览做得冇。嘿因为就分去家，就同俺落台了，三四兄弟还没嘿跟那个做胶水陶的师傅吴良斌来的，姓啥就给就拿去中正纪念了300年，嘿哦，把那些东西就分享给世界各国的人在那边，在中川堂那边。啊，也搿只东西呢，还有保留啦，还有保留哦还有保留。占出3、4年的时间咯。啊，有想讲，唔嘅创作品，唔要对出家嘅期望冇，唔讲，唔係咪講，當然吼，我都為咗成法，都來做先，也俺就係咧，也係安尼，啊嘛要想講以後按樣辦冇，唔該願景啦，然後期望。有啦，講安尼下擺如果老的啊，係啊，年紀見大，那有安尼你去。多退休，係啊，嗰種上到傳承的問題啊，就你乜見社講嚇，喺度傳承，啊，你講既傳有緣人，佢要安尼幾多年下來個過程，陸續續咩有簽到，有人就簽嚟講，學，陸續有人咩短時間就做起來。啊，學習結久嘅時間真有可能會出事。也下個後生人全部做好，也做唔到關係來，因為佢嗬，佢想要。得到最快速的，讓他可以去謀生能力。做啲賺錢。係啦，佢唔係，佢有阿爸學嘅啦，天天都阿爸學嘅，學到太，啊天天都學功夫，按部就班來。時態無變。係啊，我上樓當做行樓台，佢而家後生唔係佢，叫上樓當叫白蟲啊，叫拿台白上去，佢都係做傳統，做而家後生人做人哋，佢冇那些，佢冇談，全部冇這樣方法講，當時尤其自家想法。透過電視吼，希望會看到人電視節目嘅人，無鐵確吼，佢個不卡有個後生人想講，阿上司叫我簽土地嘅呢，簽屎嘅呢，個屎嘅，佢那講有興趣，做得來簽啊。簽好，佢等於做個定嘅，等於就係後生人就左邊後轉嚟個簽好，因為佢個思想又要較無強，又較成熟，有種木色嘛好。OK 咯，跟我有曾經有接觸到一個頭家朋友講，近來講各種病人講，有個朋友來講我挺好做得冇，講做得嚟用得，按呢動物做傳承啊。錯。病人就走來咯，我就見來朋友講，唔是做事喎，唔是做乜嘅，就坐啲人空嚟做，就坐一禮拜天就走。都這樣，因為聽後生啊，吼，也都係阿上司佢講到嘅問題。樣辦係講，做病出來，而退伍以後來學，最好都係講，因為佢個個性乜問題呢？問題。哦，嘅成翻啊講，各位去吼，人講，學士嘅吼，其實要2天嘅時間。3年5年過去以後呢，佢出事以後。都是呢，佢都有賺錢嘅能力嘅啦，吼。啊，也係咪講阿上司佢對最煩惱嘅都係也係情形，希望做啲夾呢，然後佢嘅一生嘅功夫傳承下去，希望阿上哥呢，佢做啲夾簽到佢嘅事嘅。分享本大家。好，非常感謝，因為時間關係哦，訪問到一下，嘛感謝阿上哥嚟到節目當中講到按度，用大家知道講，原來一飛嘅吼，係有佢嘅藝術嘅價值，佢做起來，看起來係成品吼，當簡單，唔過佢嘅製作嘅過程呢，非常嘅長吼，非常嘅長時間呢，也係冇簡單嘅地方。感謝阿上哥，感謝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暗響風法，下次見。拜拜，謝謝，感謝，抽獎，來到飲茶，哦，有，來飲茶，來，好，喝一下，謝謝。